约瑟被带到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，对遐带落伊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伊去。约瑟住伫伊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甲伊同在，伊就百事顺利。伊主人见耶和华甲伊同在，佮见耶和华予伊手内所办的尽拢顺利。约瑟就伫伊主人眼前蒙恩，侍候伊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伊管理家务，甲一切所有的拢交伫伊手内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，甲伊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，赐福予迄个埃及人的家，凡厝内甲田里一切所有的，拢蒙耶和华赐福。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拢交伫约瑟的手中，除了家己所食的饭，别个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。这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某以目送情，予约瑟讲：“你甲我同寝吧。”约瑟不从，对伊主人的某讲：“看一切家务，我主人拢毋知影，伊甲所有的拢交伫我手内。伫这厝内无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伊无留下一项无交予我。”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伊的看守，我怎样会当做这个大恶得罪上帝呢？后来伊逐工甲约瑟讲，约瑟却无听从伊，无甲伊同寝，也无甲伊伫一个所在。有一天，约瑟进厝内去办事，家中人无有一个伫遐厝内，妇人人就掠掉伊的衣裳讲。你甲我同寝吧。约瑟甲衣裳等伫妇人人手内，走到外边去了。妇人人看见约瑟甲衣裳等伫伊手内，走出去了，就叫了厝内的人来，对因讲：“恁看，伊带了一个希伯来人入了咱的厝内，要戏人咱。伊甲我遮尔来，要甲我同寝。”我就大大声喊叫，伊听到我放声喊起来，就甲衣裳等伫我遮里，走到外面去了。妇人人甲约瑟的衣裳放伫家己迄边，等到伊主人回家，就对伊如此讲：你所带到阮遮里的迄个希伯来仆人入来要戏人我放声喊起来，伊就甲衣裳等伫我遮里走出去了。约瑟的主人听到伊看守对伊所讲的话，讲你的仆人如此待我，伊就生气，甲约瑟落伫监狱内，就是王的囚犯，被囚的地方。怎呢？约瑟伫遐里坐监狱，但耶和华甲约瑟同在。向伊施恩，予伊伫私约的眼前蒙恩。私约就甲监狱内所有的囚犯拢交伫约瑟的手下，因伫遐里所办的事，拢是经过伊的手。凡伫约瑟手下的事，私约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甲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予伊所做的事尽拢顺利。